儿子，对不起。不要跳！不要跳！不要跳！高山，怎么了？你去哪儿了？发生什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感觉你脸色不太好，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情况怎么样？肋骨刺破了器官，现在大出血，情况很危急，医生正在全力抢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高山，苏三，你马上让后勤部的人去深圳接万太太还有她女儿过来，千万不要让外界的人先接触到他们。情况紧急，关系到公司的声誉，一定要谨慎。高山，苏妍，拜托你一件事情，动用你所有的关系查查看有没有别的媒体拍到万总跳楼的照片，一定不能让事件外流。你们已经在医院了。是啊，顾小兵他们也在，领我走了没啊？大家都在气头上呢，我担心会出什么事儿啊。你能休息会儿吗？可不可以看看你自己的脸色？你是不是很喜欢掌控一切啊？你自己的人生要规划，别人的人生你也要规划。新南的事情你要管，万总的事情你也要管，但你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自己的实力？还有，万总为什么跳楼啊？就算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，那为什么这么倒霉的事偏偏要砸到你头上？我拜托你，收起你的自不量力，不要再继续害人害己了。回去吧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没工夫跟你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走。怎么样了？不太乐观。我跟业界的朋友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他们答应会帮我们的。好。他这照片里娃万总那个人，你怎么也在医院？万总跳楼的时候你也在，你是说什么刺激他了？高山，是吧？够了，是他把万总害成这样子，你还护着他？这件事跟他没关系。有什么证据？万总还在动手术，继续闹，非要干扰到医生你才甘心？走。看清楚了吧，林小姐，你在这儿只会给我们添麻烦。对不起，回去吧。不用再演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你想让我远离这些是是非非。高山，我现在已经摸清楚了，你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。我已经学会反着理解你说过的话了。先回去。你赶不走我的，我说过我一定要找到真相，这不只是为了万总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林墨，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整个事情的关联，我觉得我一定是中了圈套。这个谜底的关键还是在于赵总。虽然照片里看不清楚他的长相，但是方达有监控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麻烦你再仔细看看，他说他是你们金石投研部的赵总。我们部门领导叫赵小沫，初一看也确实有点像，外人可能会搞错，但我不会认错，并且金石也从来没有找过任何猎头公司猎过万家和，我想你一定是搞错了。